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Forest。我相信有一部分嘅會眾都可能聽過我之前嘅分享啦，所以我今日嘅分享會同之前有少少唔同嘅。咁首先我想由我嘅成長開始講起啦。我喺媽媽個肚裏邊咧就已經開始返教會啦，所以我好細個已經好單純咁樣相信神。咁爸爸媽媽經常都會同我解釋福音啦，但係我喺教會同埋學校裏邊咧，亦都冇一啲朋友可以真正咁樣深入分享，所以我成日都覺得好孤單。我曾經都有懷疑過神係咪真係存在喺呢個世界上面嘅咧？但係一諗起聖經嘅教導，我就會消除咗呢啲嘅懷疑嘅念頭啦。因為我知道耶穌係最明白我嘅人，亦都係我最好嘅朋友。高小嘅時候咧，我就深入思考信仰啦，所以喺小五福音營裏邊咧，我就決定要一生咁樣跟隨主耶穌，就決志。喺2020年嘅時候，當時我14歲，啱啱升上中三嘅小朋友，就發現自己嘅淋巴有啲腫脹嘅情況出現啦。咁後尾去咗睇醫生咧，就確診咗白血病，亦稱血癌。當時知道治療要長3年，然後我停學需要1年嘅時間咧，又知道唔可以同同學一齊升班，化療又會甩頭髮，所以我覺得好難過嘅。但係我冇責怪神，因為我知道佢有佢嘅安排，所以我願意去將生命佢擺上啦，亦都為神作工。確診之前咧，我已經有開始拍 YouTube 啦。咁確診之後，我就好想透過 YouTube 去記錄自己嘅治療經歷啦。去透過呢啲分享去見證神，俾人哋睇到神嘅恩典，亦都希望可以鼓勵到其他人積極咁樣面對困難，喺困境裏邊亦都可以有盼望。同時亦都希望自己可以過一個有意義嘅人生。咁我一開頭咧已經好鍾意拍 K-pop 嘅跳舞 cover 啦，所以我就決定喺獨立病房裏邊去吊住鹽水去拍一個跳舞 cover。喺治療嘅期間咧，我亦都發生過3次嘅併發症啦，就係有脊髓液滲漏，跟住有腦病變同埋骨枯。呢3個併發症都讓到我好難過啦。雖然治療好辛苦，副作用亦都令到我胃口同埋體能變差啦，讓到我體重亦都嚴重過輕，免疫力又下降，又要遵從清潔餐，即係要戒口。但係我好明白天父要喺呢件事上面去磨練我，讓到我學習忍耐。例如我需要去忍身體嘅唔舒服啦，又或者係骨枯唔可以跳舞，需要忍耐。仲有就係化療之前要禁食，要忍肚餓。有一句經文成日都提醒我，就係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難中也要歡歡喜喜，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練，老練生盼望。2021年嘅時候咧，我嘅治療就啱啱1年啦，咁就復課。當時我翻去學校就喺中三啦，要重返校園咧，我都需要時間去適應嘅。好感恩學校作出咗安排去協助我適應啦。當時我嘅肌肉流失啦，所以初時翻學都需要坐輪椅同埋揸拐杖嘅。之後身體就慢慢康復啦，之後就唔需要再用呢啲去輔助我。我嘅肌肉雖然未完全康復，恢復正常人嘅狀態啦，但係我都依然堅持去努力翻學啦。一直都上唔到體育堂啦，亦都要搭 lift 啦，所以同學都比較體諒我呢一啲嘅需要嘅。喺2023年嘅6月咧，我就完成咗化療。喺24年，我就受浸加入教會啦。好希望透過呢個見證去分享神喺我身上嘅作為，亦都見證我係一個基督徒。喺中三嘅時候咧，我想報考音樂科嘅文憑試啦，但係因為當時揀科有啲原因，令到學校未批准我去讀音樂啦。咁音樂本身係唔係喺學校嘅選修科裏邊嘅，所以需要向學校申請嘅。因為申請唔到音樂啦，就揀咗視覺藝術、資訊與通訊科技，即係電腦科啦，同埋數學延伸2嘅。咁後嚟中4嘅時候咧，突然間我又被通知話我可以讀音樂科喎，咁我就好感恩啦。但係要應付4科係非常之難啦，經常我做功課都做到好夜。然之後我成日都冇足夠嘅睡眠啦，情緒亦都好差。喺學期尾嘅時候，我就知道自己應付唔到咁多科啦，所以喺中5嘅時候就放棄咗數學延伸2，專注咁樣讀埋其他嗰3科選修科啦。喺中5嘅時候咧，我開始要諗大學入啲咩科啦。揀科嘅時候，我方向非常混亂啦，唔知自己究竟想向視藝科或者音樂科嘅科目去發展啦。
咁某一次旅行咧，我就發現自己並唔中意做呢一兩科嘅相關工作。咁我就諗起細個，其實我成日都會留意機場嘅運作啦，咁就開始搜集資料去揾相關嘅學科啦。咁知道香港咧只有一間學院係開辦學士學位課程啦，另外就得兩間大專院校係得有高級文憑嘅課程嘅。覺得自己比較適合高級文憑嗰一科咧，所以我就放低直接入大學嘅念頭，咁就揀咗呢一個高級文憑嘅科目。期間我一路都有祈禱啦，問神究竟呢一科係咪適合我嘅咧？咁我喺心裏邊都覺得好平安。中六學期尾，我成日都要捱夜去完成一啲 SBA 嘅 project 啦，因為身體未完全康復啦，所以考模擬試嘅嗰一個月咧，我都出現咗頭暈嘅情況啦，令到我考唔到試。期間喺呢個頭暈嘅時候，我喺靈修裏邊亦都有提醒我要好好休息，去預備呢個文憑試啦。咁雖然我唔知學校預計俾我嘅成績係點樣啦，但係我都心裏邊懷着平安係完成呢個文憑試嘅。我由細到大中文成績都好差啦，小學嘅時候都係得60幾分，啱啱好合格。咁我上到中學嘅總成績亦都冇進步，一直都好差。然之後我嘅閱讀卷咧一直都唔合格嘅。咁大部分人都會好想讀完中學直接入大學啦。我知自己嘅成績未必達到嗰個標準，所以我一直都好擔心我嘅中文 fail 嘅。我成日都會覺得崩潰啦、氣餒同埋我會喊啦。咁但係有句經文就話，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寶座前，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。我知道天父會俾平安我唔需要去驚，天父會隨時咁樣幫助我。所以最終我喺 DSE 嘅成績好感恩可以全部合格啦。雖然中文科我嘅閱讀卷仍然係唔合格嘅，但係我作文唔知點解攞到 Level 4啦。咁我嘅總成績啱啱好咧就拉翻勻，啱啱好合格，係一個好奇妙嘅恩典，我自己都冇諗過啦。成績咧就啱啱好讓到我可以入讀高級文憑。咁我喺9月中咧就開始讀呢個航空學嘅高級文憑啦。面對咁多嘅難關，經歷咗神咁多嘅恩典，我讓到我反思生死。喺帖撒羅尼迦前書5章16至18節裏面提到，要常常喜樂，不住地禱告，凡事謝恩，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。經文提醒我，頭先嘅講道都有提醒我，要學習去謙卑，因為我哋嘅能力都非常之有限。咁有呢個信仰嘅支持，就算我面對幾多嘅難關都可以捱得過。好希望我透過呢啲經歷同埋影片去鼓勵大家都可以積極面對人生。經歷完白血病之後，我唔再驚死亡，所以我決定放下自己去委身服侍。一向我都好中意同外國人相處，喺短宣服侍之後，我發現宣教工場嘅人手嚴重不足，所以我好希望將來可以踏出舒適嘅香港，去一啲比較貧困嘅國家服侍。爸爸媽媽一路都喺我病嘅期間 send 俾弟兄姊妹有啲代禱嘅信啦，咁話俾大家聽我最新嘅情況啦。感恩一直都有好多人為我禱告，而家我都仍然有6項代禱事項需要。好感恩喺2023年已經順利完成咗治療啦，應該係聽日或者後日，就係我確診5年之後咧，就係復發率降低咗啦。我希望骨膚同埋肌肉都可以盡快恢復翻正常人嘅狀態啦，亦都希望天父可以阻止其他嘅後遺症出現，讓到我都可以有良好嘅時間分配，亦都使用我哋一家去見證榮耀神。仲有最後就係讓到我清楚知道神嘅呼召。如果大家想聽更多關於我嘅見證嘅話，就可以睇翻星火飛騰嘅影片啦，或者我嘅 YouTube channel 都有一系列嘅分享影片嘅。多謝大家。